选调，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你，亲近上帝，伊就亲近恁。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即日中间要欢喜快乐。兄弟姊妹平安，邀请咱大家对座位顶起立。我们现在要来我们的神，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等一下我喊1、2、3，我们用哈利路亚一次，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来，预备，要大声哦，要大声哦，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哦，要大声哦，来，1、2、3，哈利路亚！阿们，开始。我们来称颂我们的神，因他为大，当受极大赞美。阿们。时时称颂你，向你来歌唱，因你是拯救我们伟大的神。阿们。我们尊崇你，称颂你生命。口唱心和的大声来赞美你，大声赞美我们的神哦！时时称颂你，向你来歌唱，因你是拯救我们伟大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尊崇你，称颂你生命，口唱心和的。大声来赞美你，不停赞美我们的神呀！不停赞美你，大声赞美你，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阿们，哈利路亚！天是属于你，地也属于你，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大声赞美，哈利路亚！时时称颂你，向你来歌唱，因你是拯救我们伟大的神。我们尊崇你，称颂你生命，口唱心和的大声来赞美你。不停赞美，不停赞美你，大声赞美你，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天是属于你，地也属于你，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我们不停来赞美神呀！不停赞美你，大声赞美你，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天是属于你，地也属于你，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赞美赞美赞美，我赞美赞美。
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唯有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唯有他配得一切的赞美。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赞美你。主，唯有你配得一切的赞美，唯有你配得一切的尊崇。凡有血气的都要匍匐降服在你的宝座、施恩宝座前。主，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敬拜赞美你。主，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来到你的面前献上自己。主，谢谢你，赞美你。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
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谢谢你，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你的爱完全的接纳我们，用你的爱完全的包容我们。主啊，让我们更深的进到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与你再一次的连结。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降服在你的恩典里面。主啊，来领受神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主，谢谢你。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遐。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所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倒，石头的落，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倒，石头的落，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接受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遐。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所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倒，石头的落，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倒，石头的落，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接受我。海水的倒，石头的落，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倒，石头的落，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接受我。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接受我。主，我感谢你，是阮伫阮的人生当中，阮虽然有旷野，阮虽然有风影，阮虽然有风雨，总是主你的恩典伫阮的生命内面，主，阮就无惊吓。主，愿阮一生会通起了伫你。主啊，不管阮拄着什么境遇，主啊，阮就来到你的面头前，紧紧的对你，紧紧的抓着你。阮相信你的疼无变换，我相信你的同在无离开阮。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互阮今早起，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敬拜而你。主，这是遐尼啊大的恩典，阮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头前。阮安尼感谢、俄罗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请坐。
这是咱来吟一首圣诗，圣诗27首，圣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是将来毋忘，互阮闪避大应风台，应徛安稳所在。这是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咱掀开信息头前面使徒圣经，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神，我是神，公堂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个徛咧，咱做伙来祈祷。全能主爱阿爸天父。感谢你用宝血洗净阮的罪过，互阮无搁伫罪恶中沉沦。感谢你保佑阮的软弱、阮的骄傲、阮的无顺服的心，一直追求阮，咱台湾回转向你，互阮无搁是落步的心，是回过互主宝贵囝儿的身份，因为你无放弃的听，互阮会当转去到主你的厝内底来相结连，互阮。直达你，拢会当听到伫主你的话，去做阮家己，食做福音的传播者，将主你的听来分享出去。求主你也去做中分教会，食做一个充满温暖热情的所在，互社区的人会当你来到咱的内底来认捌主，来回到主的听内底。主求您甲阮做伙基地，阮安尼简单祈祷，感谢拢是靠主的性命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掀开信息后壁面，咱来宣读启应文第38篇。启应文38篇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3章，显着我来客
请恁来应。我说书话讲人甲天使的言语。我说书做先知。搁说书有招庇的信，到野来移山。我说书尽所有来尽责，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恁爱是高官良慈悲，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在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搭对镜咧看模模无面，我搭所在的无完全。现今所剩的就是信、毋忘、仁爱这三项。这是咱来看一位的圣经，是记载伫以弗所人书。以弗所人书2章，咱要对19节看到22节。现着我来读。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架骹的，就是伫遮的信徒上讲，做上帝家来的人。受起造伫遮的使者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厝骹要紧的石。21节，在伫伊所建所起的拢三殿落，踮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你也踮伫伊三角受起造，成做上帝用心所徛起的厝。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这是咱请嘉坤牧师来分享，伊的题目是“欢迎回家”。欢迎光临是咱日常生活中间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当咱去7-11的时阵，店员甲你讲欢迎光临；当咱去百货公司的时阵，有人会甲你讲欢迎光临。所以这个欢迎光临，其实伫咱的生活中间真常常会听到啊。我想，这个除了是表达这个欢喜欢迎以外，也是一个温暖的接待，一个温暖的问候啦。兄弟姊妹，毋知你今仔日来教会的时阵，有人甲你请安无？有人甲你讲欢迎无？若是无，牧师爱检讨，牧师无教好啦所以，毋望咱的兄弟姊妹以后，咱伫教会的时阵，咱看到兄弟姊妹，咱做伙用一个温暖的笑容，甲伊讲欢迎平安。我想，毋望咱的教会会当互人如同回家一样啊！这个家不是看得见的家，这个家是有你甲我，就如同回家一样的温暖啊！所以，我毋望咱拢是中华教会的一份子，咱拢会当因为别人的欢迎温暖，就像早餐店阿姨一样，说：“帅哥，早安。”你那一天心情就会很好。美女，早安啊！所以我毋望讲，咱的教会会当建立一个欢迎的文化，咱的教会会当建立一个喙笑目笑的文化。你的温暖的微笑会当带予人一个人无共款的一天啊！所以当咱中间有新朋友来的时阵，咱就安怎真自然而然建立一个友善的文化。互新的朋友感觉讲，咱的教会是一个真温暖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真欢迎人的教会啊！所以毋望咱的教会当成做一个充满上帝听的教会。咱的教会毋是干那接待招待的工课尔，咱每一个人拢是招待。甲你边的人讲，咱每一个人拢是招待。今仔日的主题是欢迎回家，兄弟姊妹。谁爱欢迎回家？回家何该欢迎哦？
是安怎回家的反应啊？吼，毋知影伫咱的家庭中间，有人倒去厝的时阵，你的爸爸妈妈甲你讲欢迎回家无？敢有安尼？无啦吼，甲上拢无呢。不过，敢若亲像讲会讲欢迎倒来，敢若亲像比如讲查某囝嫁出去了后，久久回来一次，大家安怎真欢喜啊？不过咱的文化可能袂讲欢迎回家，咱的欢迎有可能是啥物？妈妈煮一顿暗顿，哇，家乡味妈妈的菜，欢迎你倒来。厝内底的人安怎？哇，真欢喜你倒来。吼，迄是一个欢喜的氛围啦。有可能咱煞来今仔日有侪的青年。伊伫8月份就要离开中分，要去读册。有可能伊以后久啊倒来一摆的时阵，咱犹原会对伊讲欢迎回家。咱每一届的笑容，咱每一届甲伊关心、鼓励，拢是咧表达咱对因的欢迎。佮亲像一个家庭，妈妈煮一个暗顿，爸爸会安怎？一句关心。吼，爸爸摕蓝山互伊，吼，这嘛是一个欢迎关心啦。会当一个倾诉的地方，有一个会当交陪，会当互伊将伊心内一切所面对着的挑战困难拼扛出来的所在，会当一个完全活出真实自己的地方啊！我想，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过兄弟姊妹。伫即马咱的世代中间，有人有厝啊，不过却无有一个真正的家。有房子不代表有家，有的人有厝内底的人有家人，但不一定有家的感觉啊。所以今仔日的社会，咱看起讲，敢若亲像交通真便利，网络真科技的发达，不过咱拢讲伫台北坐高铁随到，不过。敢若亲像一定无亲像较早的年代，讲爱坐火车吼，爱坐6、7点钟。咱即摆要去台北，可能上紧点半钟就到，吼上慢2点钟。不过看起来较像真便利，不过敢若互人渐渐无法度真正转去到厝啦。是安怎样？今仔日牧师用即个道理，就知影讲，其实咱即摆的家庭已经转变到安怎？你家庭应该爱交陪经营的时阵啊。大家拢咧安怎？各做各的事啊，所以安怎？敢若亲像最熟悉的陌生人啦，吼，佮亲像即个大囝共款啦。我明明就伫即个厝内底，是安怎样？我敢是毋知影我的爸爸妈妈咧想啥，我敢是毋知影我的查某囝、我的囝、我的孙仔咧想啥。迄是因为啥物？在家里面没有经营啊，吼，所以伫即个月牧师一直咧不断咧强调讲，教会爱经营无？教会爱经营啊，毋是干那讲牧师伫遐咧拼死拼命对无？兄弟姊妹爱参与啊，爱关心啊，那安尼家庭爱经营无？爱经营咧。你的家庭若是无经营，以后就安怎？就像安尼啊，即百度共款啊。咱拢踮伫一个所在，吼，伫遐咧食饭，伫遐咧生活，不过咱无有一个时间会当有心灵对话的时间的时候，你做爸爸妈妈无有一个时间去关心你的囝的时阵，你的查某囝的时阵，你就毋知影你查某囝的需要，囝嘛毋知影讲爸爸妈妈即马拄着什么款的需要。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甲恁讲，有家庭的生活真重要，经营家庭你真重要。其实我拢鼓励咱的中职讲吼，咱若是连续假期吼，爱安怎聚会停止。就爱出去家庭生活，牧师无毋茫讲，咱大家拢安怎只教拢伫教会，安尼是无健康的。因为教会的基础是家庭啊，好，所以咱爱有家庭的生活。你必须爱知影讲，你的查某囝、你的囝拄着什么困难，你也爱安怎，互你的囡仔知影讲，爸爸妈妈最近拄着什么款的代志，咱做伙来祈祷。因为正经常常拢会讲一句话，叫做“至于我和我家”。都要敬拜耶和华，吼，所以咱伫家庭的中间，咱就要安怎做伙祈祷，用聚会的时间，一礼拜一届，你会当透过祈祷，透过分享。有的人会讲牧师，不过我袂晓分享圣经呢，真简单，你会当分享牧师这礼拜有啥物款的醒思无？你会当问你的囝，孩子也可以问爸爸妈妈，爸爸。今仔日牧师讲这个话，我有很多的感动。我们要经营这样子的时间，因为透过团契、家庭团契的分享，你才有法度知影每一个家庭成员伊的性命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啊。
所以我想，当咱今仔日来到中分教会的时阵，我们来到这边，不是讲一个宗教信仰，不是呢。咱不是宗教信仰人尔呢，咱不是有一个制度人尔，不是啊。咱上重要的是，倒来到伫即个信仰的家、属灵的家啊。然后即个家的主人是啥？不是牧师呢，是阿爸爸啊。吼，所以当咱倒来中分教会的时阵，咱才知影，咱每一届倒来，拢是要来搁一摆经营中分教会即个家啊，这是属于阿爸爸的家啊。吼，所以。欢迎回家，今仔日保罗伫经文讲，无搁再是外人啊。以弗所书第2章19、20咧讲的，就是讲，迄个时阵背景是啥物？外邦人甲犹太人安怎啊？原本就袂合，因为犹太人安怎看外邦人是安怎啊？你毋是属伫救恩的迄个人啊？吼，外邦人安怎感觉讲，恁犹太人哪会安尼啊？吼，咱假使无遵照你的意思就安怎？阮就是无圣洁的，所以过去。犹太人看外邦人，就亲像安怎？你是寄居的啦，叫什么意思？你是外国回来，久久啊回来一届的啦，吼。所以也因为安尼，外邦人跟犹太人产生很深的隔阂啦，吼。不过保罗要强调什么？这个隔阂透过耶稣基督会疼，要搁一摆隔阂啦。兄弟姊妹，毋知影你甲你的查某囝、你的囝的关系好无？我想今仔日牧师若安尼讲，你就知影讲。外邦人甲犹太人的关系，佮亲像有的家庭爸爸妈妈甲伊的囝儿是说关系可能无好，兄弟姊妹的关系无好啦。不过今仔日保罗讲啥物？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要搁一摆搁好啦。吼，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要互咱甲厝内底的人搁好，要互咱甲咱厝边隔壁搁好，要互咱甲咱的同工。搁好啦，所以看到这幅图的时阵，会看到讲，其实咱拢是人啊。不过因为安怎样，你是外邦人，吼，你是犹太人就安怎有一个隔阂的墙啊。所以你看到无？犹太人就亲像安尼，感觉你是垃圾的啊，感觉你是安怎？你是太哥的啊。所以地搞安怎莫来，我来甲你吸着吼，我个爱去清起家己的身躯，爱去找祭司，吼，爱去献祭物，代表什么？我要。洁净我的生命啊！不过今仔日保罗讲什么？外人是什么意思？你是外来的哦，你是无身份的，你是无保障的啦！哇，这个犹太人是咧讲什么？伫圣经内底，你什么都不是哦，因为你不是纯犹太人，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跟你没有份啊。对我们来说，你如同外来的一样。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咱伫教会的时阵，有可能有这款的心态呢。吼，特别什么时阵？特别咧分礼物的时阵吼有诶教会吼，该安怎感觉讲，这是阮奉献的呢，你袂当客哦。哇，兄弟姊妹，咱千万袂当有这款的想法啦，因为咱若要传福音，就要安怎？要视为同一家人，因为耶稣基督啊。保罗讲啥物？你毋是寄居的啊，你毋是干那短暂伫遮停留的人尔，你是安怎？要踮伫即个家内底啊。吼，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死亡，带予世间人上大的恩典是啥物？顶礼拜一直在强调的，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儿女的身份啊！既然咱是囝的身份，保罗跟我讲一路顺遂，跟我讲真做基督徒了后，你的生命就充满平安喜乐，吼！你对发票拢会得奖，敢有安尼？无呢？我们即便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仍然会遇到挑战。我们即便成为神的儿女，有原有艰苦、白目、流目屎、烦恼的事。不过，真做上帝的囝儿，上有福气的是啥物？咱有一个阿爸爸帮咱。当咱烦恼的时阵，当咱无定着的时阵，当咱为着囝儿咧白目烦恼，因去校口读册的时阵，当咱咧烦恼咱的查某囝嫁出去的时阵，当咱咧烦恼咱的囝。工作有顺利的时阵无，咱来当透过祈祷。上大的信心是啥物？在不确定当中仍然祷告，这个是我们对上帝最大的信心。因为当咱看见环境无为着咱的性命效力的时阵，当我们看见环境没有盼望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环境很多挑战的时候，当咱看见中分教会佫有欠缺的时阵，阿爸偏爸有缘来带领咱的教会，
所以望咱的兄弟姊妹，当你的家庭，你甲你的囝儿媳妇的关系，你甲你的同事的关系，你的同学的关系，你的兄弟姊妹的关系紧张的时阵，甚至讲安怎，感觉无希望的时阵，无需要邀请你爱祈祷。兄弟姊妹，咱看去讲即个耶稣会降生，死中会过活，互咱每一个人无过是册份人。咱无过是一个寄居的，无过是一个停留的，是一个有名有份的家人。兄弟姊妹，当初牧师有讲，当你紧张的迄个人，你的囝儿是谁？伊犹原是上帝厝内底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伊是拯救每一个人，伊毋是干那救你甲我尔，伊连你讨厌迄个人，连你感觉真垃圾、真污秽、无想要接近的迄个无骨水的人，耶稣仍然爱他。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的真谛是什么？我们在神的里面都是一家人。既然咱是上帝厝内底的人，那安尼，咱敢是人客？你还是客人吗？你敢可是来教会，敢可是人客？不是啊，我们来教会里面，我们就不再是受人款待了啦。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叫做什么？做家事啊。如果这个是神的教会、神的家，我们是神的家人，那呢，咱的教会服侍拢是在做家事啦。我们在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工作，拢有责任，有的爱拼粪扫，有的爱洗碗，有的爱佚涂骹，有的爱披衫。那呢，咱的教会内底犹原是安尼啊。所以，既然咱是上帝厝内底的人，我们每一次的服事都如同在做家事。咱伫教会咧咧服侍的时阵，咱伫教会咧聚会的时阵，咱就会安怎知影讲爱关冷气啊？咱就会知影安怎爱保守啊？咱就会知影讲爱斗摒扫啊？咱就会知影安怎爱互相关心、互相扶持啊？因为咱是一家伙啊！咱个袂就安怎看到就当做无看到，咱就会要紧讲，毋知影教会有锁门无？毋知影等到咱聚会结束，电火有关无？咱的电风有关无？因为咱伫厝内底，咱若要出去佚佗的时阵，咱犹原会安怎？会检查，哪是有锁无啦？所以兄弟姊妹，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将教会款待甲亲像家己的厝内底共款。无过再是安怎啊？迄是中一个问题，迄是无需要处理的，迄是摒扫的，爱扫的，毋是安尼啊。当咱将教会当作是厝内底的时阵，咱就袂安尼。我们是神的家人啊，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每一届的敬拜、聚会、礼拜，拢伫耶稣内底加做一家伙啊。伫即个厝内底。咱中间有人流目屎的时阵，即个家会陪伴伊做伙流目屎。即个厝内底的人，有人拄着恶担当艰苦的时阵，咱规家伙啊为着伊做伙艰苦。咱的中间有人欢喜咧庆祝的时阵，咱做伙来荣耀，做伙来欢喜。当有人软弱的时阵，咱做伙来扶持，做伙来鼓励。咱毋是用指责，毋是。咱做伙欢喜，做伙勉励。当有人犯错的时阵，咱做伙用上帝的疼，互即个家加做一个会当悔改、彼此接纳、包容的所在。因为这是上帝的家啊！所以咱每一届来教会聚会的时阵，咱个亲像倒来属灵的家共款。兄弟姊妹，毋知影你今仔日来教会的时阵，你有欢喜无？你有感觉真期待无？你有感觉真温暖无？望咱的中风教会会当互人，会当安怎？感觉真温暖、真期待，会当彼此扶持，会当欢喜的时阵大声笑，会当想要哭的时阵放心流目屎，会当有艰苦要讨饭的时阵，会当放心来分享，因为伊知影这个所在是保护伊的家。这个所在是伊会当放心，将伊的艰苦讲出来，伊袂四界讲、四界保养的所在，互这个家诚做安全的家，互这个家会当诚做咱每一个人心灵通倚靠的家。兄弟姊妹，咱的每一个人伫这个所在拢无共款，独独有一个真共款的是啥物？我们都是罪人。有可能咱中间有头家、有老师，有逐款各行各业的人。
不过，咱伫这间教会伫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都是罪人啊。所以有我们的地方就是家啦。所以教会敢是一个建筑物，敢是？教会敢是建筑物？唔是啦，这个所在叫什么？教堂啦。这个所在叫做教堂啦。啊，啥会叫教会？叫教会是因为咱做伙伫遮奉耶稣基督的名组织，所以咱就是一间教会。然后呢，今年咱要亚华礼拜，咱今年亚华礼拜要南投，敢是？在南投迄边遐啦吼。咱若亚华礼拜中风教会去南投，那安尼中风教会即马伫佗？伫南投，无伫遮哦。中风教会就伫南投。咱今仔日若主日礼拜换去到中分渔港去，中风教会就伫中分渔港。所以咱就是中分教会啦。所以一间教会就是一群蒙神呼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组成的信仰群体。所以咱即马踮的这个所在叫做教堂啦。所以伊毋是咧讲建筑物的本身，是咧讲咱每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啊，去过厝的人拢知影，一个建筑物必须要安怎？有一个房角石啊。一个砖块叠上去啊，每一个砖块都很重要。不过，咱拢知影，教会就亲像一个贴啊，安尼砖块贴，较起甲安尼来。不过今仔日，保罗讲啥物？房角石啊，咱看去房角石真重要，伊是基准定位，会当互所有的坐标水平对齐啊，承重支撑，第三，伊要互两边的壁会当紧密迎合啦。所以今仔日保罗讲，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房角石啦。换句话说，今仔日这个房角石啦，安怎歪哥起错去，这个厝会安怎会起会开无？起袂开。所以伫旧约以赛亚书讲到什么？咱做伙来念这段经文，中文的1、2、3。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兄弟姊妹，你若信靠耶稣基督，圣经一定应允你什么？伊是一个稳固的根基啊！兄弟姊妹，今仔日你来中风教会，这间教会教堂的时阵，咱的教会后口有搭一个壁，有经文是啥物？会记住无？长老知影无？迄几个字你识记，你毋知影？毋是耶稣爱你啦，耶稣爱你的背表有一个石板无？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基督啦，所以咱教会的根基是啥物？耶稣基督啦。也就是说，咱每一个人来伫教会的时阵，咱的中心是爱对焦在谁？耶稣基督。所以今仔兄弟姊妹，你来遮聚会，毋是你要来记什么人呢？你今仔日来聚会，毋是因为母亲节、圣诞节、父亲节要来客礼面，毋是啊。咱今仔日的目的是啥物？要搁一摆来调记咱的主。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所以今仔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错的，咱今仔日拢抓准讲，今仔日要来开会员大会啦，比如讲，咱要来开社区会员大会，哇，那就失焦了啦，毋是啊？咱今仔日来是要来敬拜上帝啊！兄弟姊妹，当咱要来敬拜这个宇宙万美的上帝的时阵，毋知影你的心情是安怎样啊？那今仔日耶稣踮伫中分渔港的时阵，伊讲啊，耶稣降生伫中分渔港，你的心情毋知是安怎样啊？所以。咱的教会若是无时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咱真紧就会安怎？以人为中心呐！哇，如果以人为中心就会安怎？咱就哇烦恼东烦恼西等下总统要来什么足紧张的啦搁爱安怎款待？毋是啊，咱今仔日毋是以人呐，不是以什么政治人物来，我们要怎么样？不是，咱来以耶稣基督。咱今仔日毋是以活动为中心呐。毋是讲等下什么活动咱才要来，毋是啊，毋是敢若圣诞节暗会要来尔，毋是，咱是平常时，咱就因为要来调见耶稣基督，咱就来聚会，咱敢是用制度来食做中心？毋是啊，拢毋是，咱毋是因为要选长老、要选执事，所以我就要安怎？佮亲像咧政治人物安怎？要来才拜票共款，毋是啊。咱每一届来聚会，拢是因为要来调记主耶稣基督啊！
所以当咱的教会若是知影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阵，那呢，我们逐渐就会怎么样？有动力啊！我们就会重新在神的话语里面，用上帝的话语来起造圣殿，起造教会。所以咱每一届来教会，毋是干那要见老朋友啦尔，毋是要来教会探听人的八卦啦，毋是啊！咱每一届来教会是要做伙生活，做伙成长，做伙服侍，做伙起造。兄弟姊妹，牧师一直咧强调，起造一间教会，一间教会要成长，敢是牧师那尔？一间教会要成长，敢是干那长老执事那尔？毋是，一间教会要成长，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愿意来起造。佮像当初敬拜俄勒，奉正长老已经欢喜咧俄勒上帝。不过当下骹的人无开阔心咧俄勒的时阵，当下骹的人无准时到教会的时阵，哇，那安尼，咱的教会以后要办事工就会安怎？无力啦，因为伊感觉安怎？哇，无人来啊！办事工无人来，办事工无人来关心，无人来讲啊，做伙来想讲会当来做啥物的时阵，以后渐渐咱的教会就安怎？无人要办活动，咱的教会就会安怎？哇，规个落来。所以，望咱的兄弟姊妹，咱每一届的礼拜，咱拢会当准时来教会礼拜，咱拢会当带着期待的心来教会礼拜，因为咱要条件的是啥？宇宙万物的主上帝啊！所以咱的敬拜，咱的学乐就大有困难，咱的读经，咱的文化就会当哪建立哪来哪兴旺，佮亲像。昨昏伫咧儿童营啦，咱的青年啦，真艰苦啦，辛苦啦，艰苦也辛苦啦，咱的囡仔即马实在无好带，不过咱的青年啊，真优秀，因即2天啊，尽忠职守啦，真正啊，咱的兄弟姊妹爱为着咱的青年来带导，也甲因鼓励啦，咱相信，当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教会逐款的事工，尽心尽力的时阵，发挥咱每一个人恩赐的时阵，我们的教会会越来越复兴。兄弟姊妹，咱的教会伫倒位？上帝的殿伫底啊？上帝的殿伫底？耶路撒冷吗？不是，咱这回来念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咱这回来念，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兄弟姊妹，今仔日这个保罗讲什么？这个神的殿在我们里面哪呢？兄弟姊妹，你敢有咧清起你生命内底这个殿你所看的是啥物？你所想的是啥物？你所做的是啥物？你所讲的话是造就人的话，还是伤害人的话？你的行为是咧起造教会，也是咧拆毁教会？若是有上帝的灵伫你的内底，那呢，咱就袂做圣经无教导的事啊。保罗伊21节讲到什么？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啊，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兄弟姊妹，保罗用现在进行式啦，什么意思？即马上帝有咧做工无？上帝有完咧做工，仍然在施工，在成长当中。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如同砖块一样，都还正在被神修剪、调整。你还咧安怎咧哭啦？咧哭啊！我们仍然在神的里面被建造啊！所以有缘咧塑造、咧恢复咱的生命，所以咱必须安怎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修正，就像主耶稣讲的，我们每一个人要连结在父神那边，因为我们都是枝子啊。咱的生命若无结果子，就安怎必修正啊！所以咱教会每一个人，包括牧师，有缘和上帝咧施工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施工当中，咱每一个人拢有缘的成长。所以耶稣基督真做咱甲爸上帝中间迄个结连的所在。天父上帝上大的心意是啥物？你敢知？天父最大的心意是什么？敢是起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教会？敢是要起一间着顶着名的教会？我有一届去一间教会啊。又讲哇，足久无看到咱教会起一间便所啦，
5星级厕所，哇！哎呦，一间便所会当变做是教会一个好像很令人瞠目的一个所在。哇，这有私交无？有没有私交？不是啊，咱的教会应该会当讲，哇，咱的教会兄弟姊妹真甲牧师同心，咱随时要发展什么款的事工，这才是真正传福音伫教会应该做的啊！不是咱的教会得奖得名，不是啊！不是咱的教会便所起1亿，5星级厕所、马桶阁是安怎智慧型的，不是这啊！咱应该安怎传福音嘛？教会的本质不在于又大又漂亮啊！教会的本质不是讲咱的团契今仔日要出国佚佗，不是啦。牧师不是讲佚佗无好啦，就是讲唔通私交讲咱的教会拢食偌好，不是。咱应该是爱讲安怎？咱的教会是一个意爱传福音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听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愿意为主野种精进的教会，咱的教会是欢迎每一个送向人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愿意为主来起造的教会。天父的心意是啥物？咱做伙来念耶稣基督对伊的门徒所讲的话。我们一起来念，1、2、3。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主耶稣提起伊的门徒，当咱彼此相听的时阵，众人就要认出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了。唔知影？当咱伫遮的时阵，当咱出去团契的时阵，当恁家庭旅游的时阵，唔知影有人认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无？那个是一个特质，那个是一个由心当中发出来的彼此相爱。所以保罗最后一节讲什么？最后一节说，我们也靠基督被建造。兄弟姊妹，教会的兴旺，不是靠人的方式，不是靠灯光效果。也不是靠敬拜团、活年仔老家，不是。真正吸引人来教会的是啥物？有神的同在。不是这间教会活年仔有能力，是因为这间教会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同在。这间教会每一个肢体拢用上帝的教导去听彼此，照着圣经的教导彼此相听。当咱的教会若是无用耶稣基督的听话语，成做教会根基的时阵，圣神就袂伫咱的中间。相反，当你的性命无照着圣经的教导的时阵，你的殿无圣神伫你内底。所以兄弟姊妹，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是再一次求神的宝血洁净我们，因为圣神要踮伫咱的内底，圣神要成做咱的帮助。伊要互咱有气力继续行落去，伊要互咱有气力继续来服侍，伊要互咱更有气力继续听人听落去，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啊！兄弟姊妹，咱拢真望中分教会会当复兴，咱拢真望中分教会会当成做中分这个社区的祝福。不过，上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要回转向神，我们每一个人要重新定义，让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做家事。那让我愿意重新对焦在耶稣基督上面。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父的心意？让咱每一天做代志的时阵，无搁照家己的期待，无搁照家己过去的经验，独独是每一天的困境。每一天的选择风影的时阵，咱都会当做伙规间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规个家庭来到上帝的面前，讲主啊，阮的困难甲阮的挑战伫遮，愿主耶稣你带领咱的教会，愿主耶稣你带领咱的家庭，愿主耶稣你带领咱的囝儿媳妇，欢迎回家。牧师要欢迎咱每一个人回来上帝的家。要提起咱每一届回来中分教会的时阵，咱的身份就无个同款。我们不再是要主人招待接待的人，我们是这个家的主人。
咱爱彼此服侍。第二，神的家不是只有一个人，上帝的家是因为有你甲我，咱做伙伫遮彼此扶持，做伙起造这间教会，让神的家伟大。第三，这个家不是因为有华丽的装潢才吸引人，这个家是因为有天父在我们当中。所以，兄弟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站立起来，我们透过这一首诗歌，用这条歌来加做咱的敬拜，搁一摆来对上帝讲：主啊，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将咱生活中一切苦难挑战，将咱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服侍你甲同工的紧张关系，也可能是你过去有甲别人有做的伤害，求上帝来加做你的帮助。求上帝恢复你甲你囝儿世世兄弟姊妹老爸老母的关系。咱这会透过这条诗歌，我们再一次来向耶稣来敬拜。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教会举手来唱。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教会，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为了你的生命来祷告，求神恢复你，塑造你，成为神宝贵的儿女，也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为了教会来祷告，将你的困难，将你的挑战排列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要将我的一生交给你。教会咱做伙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的焦虑、眼泪、伤害交给你。主啊，恳求你恢复我们，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主啊，你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你再一次塑造我们，调整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生命需要你，我们的教会需要你，我们的家庭需要你，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爸爸妈妈需要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再一次来向你呼求，向你祷告。愿神你与我们同在，愿神你掌权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唱副歌，不会忘记，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
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赎回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脱离奴仆的形式，使我们不再活在恐惧当中，使我们能够再一次恢复儿女的身份。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全然全心的将自己一切的困难、挑战、害怕交给你。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没有盼望的环境的时候，当我们认为眼前的挑战大过我们的时候，主啊，你应许我们，你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阿爸父，你应许我们，你看顾我们的生命。耶稣，你应许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使我们在那害怕当中得着力量，使我们在那流泪当中从你的话语得着安慰，使我们在那没有盼望、失望的生命当中，因着耶稣基督，你使我们重新得着盼望，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中营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更要将我们的家庭交给你，将我们的父母亲交给你，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给你，将我们的儿女、将我们的孙子交给你，将我们的所有的家族的成员交给你。主啊，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主啊，当我们以为他们没有办法来信靠你的时候，主耶稣，你说你的救赎是给所有的人的。主啊，当我们愿意持续祷告，持续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必掌权，你必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为你所用。主啊，恳求你使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再成为那一个观望的，我们不再成为消费者，我们乃是这个家庭的主人。我们要一起为了这个家彼此服侍，我们要一起来建造，我们要一起让这个家伟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儿女在你的面前同心祈求、呼喊、敬拜、赞美，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一起说阿们，哈利路亚。将一切的赞美、荣耀、爱戴、尊贵都归给在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坐下之前，跟你左右旁边的说，你是这个家的家人，你是这个家的家人。好，大家请坐，欢迎回家。今天今仔日牧师有一个真重要，要让大家知影的一个讯息。就是咱中间有侪的青年已经毕业咱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囡仔，都是神给我们中营教会最宝贵的产业。包含梦圆肚子里的宝宝，也是神给中营教会很棒的产业，不是只有给东美长老而已哦，是给整个中营教会最大的产业。在我们当中有几个即将大学国中升学的待会牧师要邀请他们出来我们教会有预备祝福的礼物要来祝福他们，然后我们期待他们回来的时候如同回家一样。仲成，然后安琪、浩宇、嘉恩、嘉乐、可晴、伟杰，这几个小朋友，我们欢迎他们，拍手欢迎他们来到前面来。可晴来。浩宇嘞？浩宇在他上面，浩宇在上面。杨静，好，杨静有吗？他来了吗？好，他们，我们来介绍一下啦，那个嘉恩，知影张嘉恩呢？家长是啥无？阿公是这个张正义啦，伊的哥哥叫做张博伟，即将训练哪里？屏东大学。屏东大学嘉恩他为了能够在中营教会服侍他舍远求近愿意一起回来建造。好，我们的可晴来，可晴的妈妈是谁知道吗？香婷老师，挥手一下，香婷老师的大女儿啦她的弟弟就是上个月有洗礼叫可明你要念哪里？高雄女中。高雄女中，拍手好。仲成，刚才像个后生，
好，哑铃执事，哑铃执事到你家，哦，在外面当值桌啦哈，哎，去念哪里？锦专。哦，锦专，好，拍手。好，啊，这个知道谁的儿子吗？哦，丰正长老，还有静华执事的儿子叫浩宇啊，你要念哪里？昆山科大。台南的昆山科大，好，拍手。啊，这个，敢要介绍？啊，是互阿公介绍。阿公即摆敢有话要讲，互你1分钟，要无？无吼，哦，无吼，好啦，这个是刘安琪啦吼，啊，主义长老的查某孙，啊，迄个文静兄的囝啦，哎，好，查某囝，啊，搁迄个敏秀执事的女儿啦，就是刘安琪，要去念哪里？福音。辅英科大，好，拍手。来，啊，这个嘉乐啦，吼，敢有人知影伊像的囡仔？秀琴执事哈，咱的主日学的老师，伊即摆咧学习主日学啦吼。啊，他接下来要去念哪里？高雄参与大学西厨系。高雄参旅大学的西厨系啦，好，拍手。啊，伟杰哈，哦，罗伟杰，好，敢知影这个像？伟杰敢知影像的囡仔？啊，信仰的囡仔啦，哈，咱去念哪里？名人国中。名人国中啦，他苗栗哦，你是国中生吗？升国中，升国中啦，升国中，我等等以为升高中啦哈啊，我们教会好欢迎他们啦哈，然后咱请这个长老来帮我一下哈，我们有准备一人一个小礼物哦哈，然后上面都有名字，杨静，他楼下好不要紧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嘉恩。好，拍手。好，安琪，安琪来，安琪来。好，可晴，好，浩宇，仲成，嘉乐，伟杰，好，拍手。兄弟姊妹，咱做伙开嘴为因祈祷。咱望讲，咱的这个囝儿逝世，好，咱中峰教会的产业，我们盼望他们不论去哪里，都记得有一位神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外地打工、工作或者是上课的时候，都仍然知道中云教会是他们的家。好，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咱是大人，爱做伙为着因，为着中峰教会的后一代。祝福祈祷，所以我们坐在位置上面，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毕业生开口来祷告。咱做伙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我们做伙为着中峰教会后一个世代来祈祷。主愿你的圣心甲伊三角地地，无论伊到去倒位合心做工，愿主你会听甲因三角地地。互因会当会记住有一个上帝，成做因的帮站，互因会当靠无上帝你的话语。主啊，这是你的囝儿逝世，愿主你继续扶持因，继续甲因三角地地，互因会当活伫主你的厅内底，互因会当时常倚靠主。主啊，我们将浩宇、嘉恩、伟杰、嘉乐、可晴、仲成、安琪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来带领因，互因会当常常会当读经祈祷，互因会当常常来倚靠主你。主你要成做伊一生的帮站，要成做伊一生的倚靠，因为主耶和华你要甲伊三角地地，互因无论到去倒位去，拢要荣耀主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我们为着愿中峰教会后一个世代的青年祈祷，愿主你来帮助因，互因无论去到倒位读册、倒位学习，主耶稣你的听拢要甲因三角地地，互因无论拄到什么款的恶担当的挑战、恶担当的困难甲风险，因有缘会当读经祈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互因会当时常来效默主你的话语，互因会当时常靠慕上帝你的同在，也互因会当想起
中分教会的时阵，佮亲像倒来到厝内底共款。主啊，我们搁一摆愿你来看顾因，无论去到倒位去，因的性命拢有主你的保守甲看顾，互因无论去到倒位去，拢要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主，愿你来带领祝福因，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拍拍感谢。好，以后要常常回来。好，咱中间有的要到伫台北啦，吼，较远的所在，我都调调回来。不过，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对他们说：欢迎回家！1、2、3，欢迎回家！好，拍手。好，可以下去了。这是咱来看手中的周报，我来报告。顶周聚会主日礼拜70人，奉献的现金是2745块。主日有14个人，奉献现金是495块。拜一妇女团契有10个人，拜三基督会有21个人。拜六少年团契有9个人，拜六青少年团契聚会有5个人，拜一甲拜五的早祷会有3个人。下周时间分配，讲道是黄家群牧师，诗会是黄志强长老，司琴是刘安琪同学，当地是黄丁秀长老甲李敏秀执事，敬拜是第2组。电子琴是黄恩婷姊妹，主日第1组。导播甲音控是李崇胜甲张嘉恩，导演是我本人，招待是李佩珊甲陈妍如姊妹，交通组有刘主义长老甲谢安南兄弟。下周周间的时间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是郭东梅长老，地点是伫教会2楼的会议室。拜三基督会主理是黄静华执事，司琴是黄恩婷姊妹，导演是李玉洁执事。台岛的家庭要为着苏慧姊妹的家庭来做台岛。拜四探访家庭探访的厝是要到二个乡姊妹的厝。轮值探访是黄丁秀长老甲刘主义长老。拜六青少年团契是2天1暝的灵修活动营。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经是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题目是有福气的人，信息是338首。本周的经句是记载伫以弗所书2章19节。咱台语的甲华语的做伙来念一遍。台语的，安尼恁无过做外面人架骹的，就是甲遮的信徒相顾。最上帝给来的人，华语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教会消息，第1点，今主日礼拜了后要召开第10件的小会，请小会员留步再参加会议。第2点。下主日8月2號，本会要举行庆祝父亲节的感恩礼拜。主日2甲青少年团契有要献诗，祝福每一位爸爸父亲节快乐。教会嘛有赠送予每一位爸爸1份礼物。礼拜后要请咱爸爸来翕大合照，地点是伫教会的主堂。若有翕相的，要伫8月16號要送予恁一个大合照的相片甲相框一组，愿上帝祝福你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当上主恩。所以请咱的爸爸后礼拜爱西装打扮一下，将恁上水的迄套西装穿出来。第3点，高雄中会少年部举行2022年的南区联合感恩礼拜，时间是8月17號。拜一早起10點到12點，地點伫高雄汉來的大飯店。报名费是1人800塊，本会少年团契补助400塊，请嘛要参加的刘主委长老来报名。第4點，
会籍的转隶，卖煞如姊妹队。小港教会要转隶会籍到咱本会。第5点，感谢杨国胜弟兄为着咱本会奉献水电修缮相关的费用，感谢伊的奉献甲辛劳。第6点，今主日下晡廖福来牧师要就任台南中华公和教会第4任牧师，请有参加的下晡1点半伫教会来集合出发。第7点，7月31号到8月1号拜5甲拜6，青少年团契有举办灵修的活动营，请有参加的注意群组内底消息，牧师会带队出发，嘛请兄弟来做代祷甲关心。第8点，高雄中会南马溪教会曾小琴传道师要奉立牧师就任第14任的牧师受弟感恩礼拜。时间是伫9月6号礼拜日下晡3点，要参加的请伫当地道来登记报名，到8月23号截止。本会是以一台福音车额满为止。第9点，下主日的正道圣经是记载伫马拉基书4章5到6节，题目是家和万事兴。第10点，本会要举行2天1暝野外礼拜，地点是伫竹山的双湖度假村日月潭伊达少老街，日期是10月3号到4日，即日起开始报名，请还未报名到当地岛去索取报名表。若是报名人数无够72人，8月2号才要开始来互会外的朋友来做报名。8月9号来截止。教会有补助70岁以上的人半价，然后其他的0岁到69岁会友是1000块。详细咱来请看下公布栏的报告。回来甲会外的报名的费用嘛，请咱大家家己看。那因为要需要有定房间，所以请若报名的时阵先交1000块的迄落定金。报名册李敏秀技术甲静华技术来做报名，嘛请咱为着代祷的时间，请照每日的项目为着以下的代志来守望代祷。特别点名的，为着病痛的，为着年长的，为着心灵甲生活的来做代祷。下骹这是顶礼拜奉献的名册，若是有登记错误的，请咱找会计李敏秀技术来做更正。这是我来报告今主日的奉献。约定礼拜现金有72人，现金是3490块；约定现金3个人，现金是10500块；感恩现金有2个人是3000块；为着建堂有9个人是31万块；为着妇女团契来现金的是1人2000块。为着青少年团契现金有3个人是4200块，为着主日学1个人1000块，为着敬拜赞美1个人2000块。奉献的现金的总价是336190块，请咱即时起立来念奉献诗。主的平安，牧师来补充报告。今仔日要来去大福来牧师遐，伊是咱第4任的牧师对无？所以今仔日咱的中职有一台车要代表来参加，所以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代祷。咱的教会即马有开一班80班是咱的青年，感谢技师
来甲咱的青年培养，毋望咱的教会或者的敬拜团的这乐手，咱的教会会当继续来培养，无论是拍鼓、吉他、弹琴嘛吼，咱毋望咱的教会会当继续来勉励这青少年，咱的主日学会当开始会当学乐器，会当来。学老主啦吼，所以毋望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特别即个高雄中会南马溪教会即个曾小琴吼，是我的同学啦吼，所以就是讲，若是有要参加，无需要开车，若有一台车尔，若行额满就为止啦吼。要来呼吁咱的野外礼拜吼，请咱的兄弟姊妹赶紧来参加吼。无决成即礼拜结束就要开放会外啦吼，所以会外一定有足侪候补名单，所以若到时阵。开放会外了后，就无就无啊吼，所以希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把握即个时间，嘛会当邀请你的厝边隔壁咧会外的时间报名的时阵，会当趁即个时间吼，你的厝边隔壁你的好朋友来传福音，以上报告。即是来吟上言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稳定慈悲，天父上帝手续大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世代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弟兄姊妹，咱互相来请安。